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顶礼拜有新闻报道，咱台湾做风台教宗替受灾百姓来祈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祷，祈祷的祷，读祷的祷，第二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祷的意思，就是拜鬼也是神报明代志，或者是讲祈求代志，咱讲祈祷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祈祷，意思嘛当讲是向神明来祈求诉苦。第二个词读做祷念，这是咱现代新闻常常讲会到有关信仰的词。因过台语字典目前还未收到，一般拢是讲到有信仰的人向因的神祈求诉苦、消灾解厄，或者是感恩在内这宗教行为，用祈祷的方式来表达心内诉求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俗语咧讲，上米饲百样人，10个囡仔10样生。有人食草，有人食菜，有人祈祷，有人拜拜，有人修行，有人祷念。虽讲方式无同，心内总是有一个寄托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祷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